繼續來關心，這幾天全台灣攏在落大雨，花蓮秀林目前也有2人掉在山壁，避在山洞，但這搜救隊今日會去救人。也在咧玉林橋遺址的大房壁這個所在，有一個登山客也去予大水沖走，這個玉燈便都即馬斷去，昨要一個保全要去上班的時陣，摔落去失蹤。溪水真錯流，氣勢真驚人。更較懸的所在是水牆規個平落來，水噴甲規世界。花蓮秀林鄉山區木古木魚拜一煞傳出有民眾受困，有2位民眾他受困在我們木古木魚裡面6.5K 的山壁上面。對，那我們消防人員抵達現場後發現雨勢過大，並且那個人員他在山壁的對岸那是完全沒有辦法跟我們這一側有任何的這個聯繫，在搜救上面也是頗有困難。因為對道路到救援地點差不多100公尺，放索落去有較困難，空翕機也袂當飛。搜救人員發現受困的2個人避在山洞內底，暫時無性命危險。有個拜利雨落較利，會甲索放落，甲用撩起的方式同步進行，甲人救出來。熱帶性低氣壓 TD24拜一在花蓮南區鄉鎮累積雨量超過300毫米，有一個4個人的登山團去爬馬博拉斯橫斷步道，落山的時因為溪水漲懸，在中平林道玉林橋遺址大房壁附近，一個30歲女性被大水沖走去。花蓮消防局第3大隊甲林保署遭搜救隊上山救援，拜2會去到事故地點，目前暫時無進一步的消息。萬里溪溪水漲懸真錯流，大雨讓水頭崩沙湖繼續溢流。林保署臨時擱再出動空翕機，看到溢流水量未少，不過已經小可減掛。林保署監測1點到5點水量上大，溢流點已經降4.7公尺，流出8萬噸的水。壩體還是呈現不穩定，所以下大雨它還有可能會在下切的一個狀況哈，所以我們還是維持就是河道紅色警戒之外的這些相關的那個區域哈，黃色警戒。大雨讓花蓮縣溪水漲懸，其中66溪水勢上漲，甲玉燈便道中央橋梁差不多60公尺長的所在攏沖斷去。一個便衣保全拜一透早出門上班，監視器翕到5點15分，伊穿雨衣騎車的身影，也毋過同事講伊並無到位。手機最後定位是佇66溪中央，互家屬質疑是安怎即屆無提早封橋。有問題的話，他們會封橋的動作嘛？我不曉得這次是我們真的家人真的沒辦法接受啊，好好一個人這樣出去就沒有了。那我們是懷疑他可能在騎車途中那有跌落的狀況。那目前搜救持續進行當中。玉燈大橋在4天前叫100大地動斷去，才會鋪便道方便居民通行。沒想到即馬閣拄到溪水漲懸沖甲斷去，搜救人員繼續在水尾，也閣有2邊的岸邊擴大超吹，希望會當量早傳來好消息。記者綜合報道。